就来追踪这个案件，来讲这栋商业大楼内底唔有卖场、餐厅、关楼站的所在，大部分是长照中心，也是讲洗油脂的所在。因过2楼到3楼嘛，真侪间卡拉 OK。警方判断，这个查甫人有可能是卡拉 OK 烧酒啉煞了，才会发生这款失控行为。因为类似的事件，也是讲冤家相拍的代志发生过真侪摆，网一路提供女性者的乡亲，那一个人坐电梯的时，放心的小撇步。 这栋商业大楼内大多都是长照中心或是洗肾中心，不过其中里面也有不少间的卡拉 OK 店，而警方也不排除这名男子可能是酒后才冲动行事。实际回到现场，大听到心角的声音。透早还有真侪人会去卡拉 OK 唱歌，不过24号还有其他长照中心的家属，同款拄到这位修先生，甲人高甜。他喝醉酒还是嗑药？不知道，反正他看起来就眼神就怪怪的。他不仅对他，他还对你这样。他是一直往就摇摇晃晃往我这边一直靠近我，因为他摇摇晃晃，我觉得他站不稳走不快。 根据了解，警察到场了后，这位查甫人规身躯拢是臭酒味，人看起来怪怪。小姐提出告诉了后，卖将伊通知到案说明。 过去就冇有查甫人跟对国小6年仔的查某囡仔当去处理，伫咧电梯内底甲人卡来手来，佮想要甲人拍到昏去压走。2002年，佮有千份查甫人对查某囡仔要去到补习班坐电梯，拄到查某囡仔的妈妈面前报警。因为我们会给他那个防狼喷雾，不然说实在，女孩子力气也比较小，你说要怎么保护自己？直接按紧急铃啊，就踹他下体啊。 网友讲，亲像比去到电梯内底，手会先电锁匙尖尖的所在，或者是袂爽手机啊，保持专心。若发现无对当，才当赶紧呼救人，持紧急的启灵开关，或者是对讲机通知收费啊。顺利走成功，嘛是爱报警保留证据。电梯内底所在细细间啊，都惊拄到有心人士发生危险。民众坐电梯时，嘛是拢爱提高警觉，反应爱。 才让防止意外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